你这混小子，乃百年难遇修仙奇才，修行如此怠慢啊，岂不白白浪费了天赋？师傅，我也是元婴巅峰大修士，化神那是迟早的事，您不如早点放我下山寻仇。唉，为师理解，但你才不过元婴期巅峰，现在山下那是仙人遍地走啊！您就别唬我了，您的修为还没有我高呢。这混小子，我这就给你看看。哟，师傅，这不是您的法宝吗？平时看都不让我看一眼。你看看，你自己看。百神大战，这世上竟有如此多的神仙！为师从明日起要闭关一段时间，你在未成神之前，万万不要下山呐！是，弟子明白。徒儿，你别怪我用特效视频忽悠你啊！你虽修为早已天下无敌，可若是始终被仇恨所困，只怕生出心魔。一旦动了杀念，就会加强雷劫之力，会影响冲击化神境界。奇怪了，师傅的法宝呢？找到了。哼，哎，记得师傅平时就喜欢看这些东西。靠，看来老家伙真没骗我，世界上还真是大能遍地走。我这种蝼蚁没飞身成神之前，出去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请问，18岁才元婴巅峰，还有救吗？18岁才元婴巅峰，你也太垃圾了！我8岁都渡劫成仙了。我早已大罗金仙，元婴巅峰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，看来师傅说的没错呀，我还是太弱了。哎呀，没成仙也好意思发帖，狠人大帝，一听就是位大佬啊！小道天资愚钝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修？姐姐，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？贴吧上有个小道士在说修仙的事情，不过应该是个乐子人。这世上哪有修仙者？那些武学宗师苦寻千年都没碰到修仙的门槛。哎，他又回我了。小道天资愚钝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修为？我倒有一门仙法，乃家族真传，可让修士修为早日大增。哎，快说说。仙法乃家族真传，只可面对面传授。你若是能找到我，便是有缘，家族仙法便传授你。哎呀，此话当真？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绝不食言。哇，这贴吧真是个好地方，好人真多，我下山修行。哎，不过师傅说过没化神之前不让我下山，那我下山不也是为了化神吗？这么说也不违背师傅的嘱托。嘿嘿。
哎，师傅传了我算卦之法，且算算狠人大帝在哪儿。他竟得天道一丝庇佑，哼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什么？狠人大帝居然是天灵根之人！看来我此次下山拜师准没错。陈道长，陈道长，陈道长！哎，张祖师不允许您下山呐！哎呀，我下山不也是为了修行吗？那老家伙会力气的啊！你赶紧劝劝陈道长啊，不然张祖师该怪罪了。我能怎么办？他早已天下无敌呀！我总不能把他给绑回去吧？哦，对，两位长老不必再送了，改日再见。哎，陈道长保重，保重。站住！前面是逆境山门，走通令，交出九天通玄法，我饶你不死。果然是王家派你们来的，现在知道。好好的逆境身体，不怕死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会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散步吗？要死了！这逆境身体一旦踏入到体内沉静，一旦后退，就会立刻生死岛上，终有生死。这就是神奇，太神了！这个下头总碎了呀！难道今天是不是我的自师傻？大伯，你闪到腰了。道宗师都没法踏入的秘境，他是从里面走出来的。小伙子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我家住在山上，我刚从山上下来。你说你家住在秘境？秘境？什么秘境？哎，你快起来啊！嘿，你先起来。我的身体是他帮我抵抗了雷震的压迫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嘿，他就这么走了？长老，你不是说这秘境神体只能往上，不能往下走吗？其实是这么说的，那都是我记错了。这个人，难道他？请问二位，在我家门口有何贵干啊？就是前辈的家。没什么，前辈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不是本神之辈。长老，这柳建成还没死。走了。前辈，我们先走了。走。晚辈柳建成，感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哎，不敢。哎，在下陈阳恰巧路过此地，举手之劳嘛。我正要下山拜师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有缘再见。拜师？什么样的人做前辈的师傅？那位年轻人竟然能从秘境神梯走下来，修为肯定远远超于老夫，有可能就是那位秘境圣子，就是那个对外自称圣子，并且能自由出入秘境，被两大护道长老收为徒弟的人。哎呀！我们家柳馆主是当世一流，想找他拜师学艺的人多了。我可是元婴巅峰大修士。
什么巅峰修士？赶紧滚！俗话说，泥人也有三分火。虽是仙家守卫，却屡次挑衅我元婴期巅峰大修士，这不太啊！小子，动手是吧？给我上！小子，你太叫事儿了！好歹我也是元婴巅峰大修士，凭你们两个看门的东西，还想跟我动手？切，不让进就不让进。对了，我去问问狠人大帝。前辈，在下前来求仙问道，还请让晚辈进去。哼，哎，他还真找上门来了。谁啊？就是之前修仙吧的网友，他当真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外面来了一神经病，自称什么元婴期修士，我俩不让他进，他就把我俩给打了。什么？他黑了我的 IP 地址不说，还敢动手打我的人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前辈这是想效仿菩提祖师3殿孙悟空，让我半夜3更再去找他。不愧是仙家呀，竟如此玄妙。今晚的值班人员安排的怎么样？您放心，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。我保证，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来。更别提那什么区元婴期的修士。设防竟如此严密，这定是前辈在考验我的领息术。这可难不倒我。希望那小子识趣点，毕竟安保队长下手没轻没重的。不过他要是被抓到，毒打一顿也好，就当是个教训了。飞到陈阳，拜见前辈。你是谁啊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是谁啊？赶紧给我出去！前辈，不是你让我来找你的吗？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你给我发了3个句号，难道不是想效仿菩提祖师3殿孙悟空，让我半夜3更来找你的吗？你是贴吧上和我聊天的小道士？哎，正是贫道，在下此番前来是想求师问道的，没想到。你还敢？赶紧给我出去！好。怎么了？你是谁？老爷不好了！干什么？毛毛躁躁的。有人闯进大小姐房间，还偷看大小姐洗澡。什么？是哪个混账这么大胆，敢到我柳家闹事？这边。哎呀！你再不走，等一下你就走不了了。可是你不是说过有缘就会传授我仙法吗？我们现在已经相见了呀！你可还是天灵根之人，受天道青睐，不得言而无信啊！你怎么，小青，妈，别跟他废话，这件事情必须报警处理。对，
必须报警！妈，这个人这里有点问题，让他走算了。不行，王家现在对咱们虎视眈眈，凡事得以防万一。可王家也没有必要让一个普通人来对付咱们。这又是仙家的底气，我堂堂一元婴期大修士，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个普通人。姐，他虽然没有危险，但他偷窥了你，就绝对不能轻饶他。最不济也让我抽他一顿，出气！哎，你别胡说！各位前辈实力深不可测，我哪敢大不敬啊！哼，看来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嘛。我姐，柳家第一女天骄，不是你这种人能比得起的。你们几个把他先给我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哎，我自己会走。敢来我柳家闹事！是哪个敢来我柳家闹事？老头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就这家伙擅闯武馆。爸，这人不仅擅闯武馆，他还偷窥我姐洗澡。竟敢偷窥我女儿洗澡！爸，这个人他这里有点问题，您别和他计较了。我没有啊，都是误会。我是来拜师寻仙问道的。来拜师？是我。哎呀，伯父，是他！伯父，伯父，原来是您啊！我们见过的。别套近乎啊！哎，我们真的见过面的，伯父啊！你上台阶的时候闪了腰，我还帮了你呢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我爸可是6品高手，千斤重对他来说就像喝水一样，怎么可能爬个楼梯就闪到腰嘛？是吧，爸？哎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哎，我，你真的看光了我女儿？是我理解有误，我道歉。道歉没用，看光了我女儿就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伯父，你不会要把我抓到牢里去吧？要不然呢？我女儿可是黄花大闺女，白白让你看光了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说是不是你进了我女儿房间？是。现在这件事情整个武馆人尽皆知，我女儿的名声是不是已经臭了？你是不是应该对她负责？这个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儿。什么叫好像？这就是事实。不，伯父，你不会真要报警，把我关进牢里吧？坐牢啊？我是让你娶我女儿。什么？我不同意！老头子，他就是一个3无产品，他怎么有资格娶咱们女儿呢？姐姐不能嫁给这个歪瓜裂枣的家伙！啊，伯父，这件事我也不能同意。我就是区区一个元婴期小修士，我有什么资格娶您的女儿呢？你又来！一元婴期，我还大罗金仙呢！什么？你居然是大罗金仙啊！哎呦，难怪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灵气呀！这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更配不上您家女儿了。陈道长啊，您这么说，分明是在挖苦我呀！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！分明是我女儿配不上您呐，是我柳家高攀了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。爸，我要嫁的是绝世高人，他身上一点真气都没有。是啊，伯父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高人。哎，真气？什么东西？我为什么要会它？道长为什么一直在否认自己是高人？是谦虚还是在试探？
陈道长，就算你是普通人也无所谓，我看中的是你助人为乐的品德。爸，你闭嘴！哎，你们也闭嘴！这事就这么定了。陈道长，哎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个，伯父，我要是跟你女儿结婚的话，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？那我同意了。哎呀，既然陈道长同意结婚了，咱们择日就把证领了。夜长梦多，明天咱就去把证领了，顺便把婚也结了啊！不用这么着急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谁要是再多说，家法处置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女婿，可不能让其他人捷足先登啊！有陈阳在，我柳家还用得着怕他王家？我不知道你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药，但这婚并非是我心甘情愿结的，所以今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碰我。知道了，要不是打不过你爹，我早跑了，谁稀罕跟你结婚？干了，来，干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这群人是谁啊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是王家的人。哟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王岩，你来干什么？大喜的日子，我可是专门给你们准备了礼物。怎么不欢迎我们吗？王岩，今天是我女儿大婚之日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哼，我就是来找事儿的。听说你女儿号称第一天骄之女，我特地带来了我的好徒弟来跟你切磋一番。听说他们柳家跟王家水火不容，看来不假呀。看样子柳家今天凶多吉少。你们王家真当西北是你们的天下？哼，爸，给他们点教训，让他们知道我柳家不是随便可以进的。不要冲动，张天也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，也是五品大高手，即便是我出手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他拿下。怎么，你们怕了？师傅，我看柳家这帮人就是一群懦夫，根本不敢出战。这王家人在柳家面前如此狂妄，看来实力很强劲啊！我得低调点。有陈阳在，还用得着怕区区的王岩张天？好，我同意切磋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，绝不反悔。不过，单纯切磋太没意思，不如我们加点赌注如何？你要怎么玩？我们赢了，王家开发区项目让给我柳家；我们输了，九窍通玄法，双手奉上。老头子，你糊涂了。你可别反悔。哼，有陈阳在，不可能会输。谁来应战？哎呀，这是高手啊！这谁敢啊？是让我上去会会他。别逞能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是啊，你个脆皮大学生就别上去了。姓陈的，你说谁脆皮大学生呢？说的是你啊！听你姐的，别逞能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上去会会他。小杨，你激他做什么呀？我没有啊。脆皮大学生是贬义词啊。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网上看的，我以为是好话呢。小优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知道，也正好让他知道什么叫
人外有人。爸，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？你爸就是缺心眼儿，不光把你嫁给一个3无产品，还把你爷爷生前留下的家传功法当赌注。慌什么？见过世面，要相信你女婿。我有陈阳在，哼，对面来一个打一个。岳父这么有把握，看来应该是底牌十足啊。小优，小优，奇怪，他为什么不用法术呢？他不是自称大罗金仙吗？难道是吹牛逼的？王岩，说好是切磋，你徒弟下手竟如此之重。下手重？他不连法术都没用吗？哪里重啊？张天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这不怪我呀，我就随手一拍，谁知道他这么弱？刘建成，看来是你女儿学艺不精，怪不得别人。欺人太甚，我去会会他。他们切磋都是近战的吗？为何不用法术呢？难道被禁了？什么法术？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？打天境不如现眼。小倩，小倩，刘倩，刘倩，问题不大，还好把法术禁了，只是受了轻伤。来。你们第一天骄之女也不过如此，还有谁？哼，看样子你们柳家的人也不过就是些草包、懦夫。既然没人敢上擂台，按照之前的赌约，交出九窍通玄法。等一下，你个全身毫无真气的普通人，废物赘婿，也敢跟老子比划比划？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为什么不用法术啊？全都是这些凡俗间的奇淫巧技，华而不实嘛？难道法术在擂台上被禁了？我说柳建成，这精神病女婿是上哪儿找来的？这大白天就开始白日做梦了？惊死人了！奇淫巧技，他说这什么意思啊？张师兄，还是在骂你，嘲讽你武功不强。小，你敢瞧不起老子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嘛，为什么你不用法术却使用这些奇淫巧技？全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凡俗武功。我等作为修仙者，不该沉迷于凡俗间的那些东西。用法术？张师兄，他是在嘲讽你只会用蛮力。好，很好，你立刻马上给老子滚上来，给我切磋一场，我这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奇淫巧技。啊不，我才不跟你打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法术，但这人能和柳沁打得有来有回，实力肯定也在我之上。老子就和你打，是个带把的，就给我滚上来！我的好女婿啊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啊！上来的好啊，小子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用蛮力把你骨头打碎的。好歹我也是元婴期修士，你却只想用蛮力跟我打。元婴期修士是吧？好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元婴期的厉害。我靠，根本唬不住他，这家伙肯定藏拙了，连元婴期都不放在眼里。爸，
你把陈阳推上去，不等同于让他送死吗？哎呀，姐，爸是想给你换个老公。臭丫头，再瞎说，罚你面壁。小琴啊，要相信你男人。刘建成，合着你想借我们的手废掉你的精神病女婿啊？好手段啊！哼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笑话，对付一个没有功夫的精神病，我徒弟就算用一只手，也不可能会输。天儿，好好跟他耍一耍，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展示一下他的法术，让咱们也长长见识。得嘞，师傅，听到没有？来来来，展示你的法术，让我们都见识见识。完蛋了！早知道我就乖乖听师傅的话，不下山了。小子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来啊，我就站在这儿展示啊！他果真是在藏拙，不过也正好他如此托大，我必须要把握这次机会，祭出全力一击。师傅以前给了一枚五雷符，此符乃祖师爷所传下来的五雷符，可召唤天雷。天雷人畜不分，就算是再强大的修士，也难以抵挡。哇，斯巴达火把一，希望师傅别坑我。那你说话算话，我先出手。老子说话算话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尽情展示你的法术吧。好，你别后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法术啊！你在这给我挠痒呢！刘建成，你这极品女婿是上哪儿找的呀？怕是别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吧？哼，真是丢死人了！爸，陈阳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你爸呀，他人老糊涂了。刘建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交出九窍通玄法，我就可以让天儿饶了你女婿一命。爸，术法早晚不保，但陈阳他……王爷啊，有种就让你徒弟用全力，不然我怕他今后都没机会。好，很好，天儿，废了他！小子，你死定了！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陈阳，快滚下来！丢死人了！你现在已经被标记了，要怪就怪你太托大，看不起我这个元婴期修士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又犯病了。陈阳，别逞能了，你快下来吧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想下去？好，我送你下去。现在想奋力反抗，晚了，一点儿也不晚。老子要亲手把你双手双脚挑断！嘿，陈阳，小心啊！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端端的就被雷劈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张天被雷劈死，那道闪电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好女婿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其实也不算是我出手的，那是我师傅留给我兜里的符宝。切，搞半天是你命大，要不是老天怜惜救了你，你恐怕早就死了。我的好女婿，你就不要再谦虚了。王岩，你徒弟输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要么继续派人上擂台，要么认输兑现赌注。妈，他们剩下的一个个都是歪瓜裂枣，我都能挨个收拾。这次你再不作数，徒弟不是输给你女婿的。老家伙，想耍赖是不是？那是我刚才用的劫雷符。雷符，召唤天雷，
那我还会大荒求天指呢！什么？你居然会大荒求天指？啊！那可是仙家的法术。王岩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徒弟的死是天意，连老天都看不下去，把他劈死了。我不管，这次比赛不作数。我徒弟是被雷劈死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个老家伙，为老不尊，不讲诚信，真不要脸！再说一遍，切！你为老不尊，臭不要脸！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！陈阳，快闪开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用大荒求天指呢。有段时间不见，进步了不少啊！身为王家长老，你言而无信，这个不太好吧？是你女婿太猖狂，我替你教训教训他。嘿，分明就是你输了赖账，为老不尊。好，我先剁了你！要动他，先过我这关，你才有资格。好，给我等着！我们走，拦着！想走可以，把擂台上的赌注、许诺给我们柳家的东西全部交出来。柳建成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江湖以诚信为主，难不成你还想耍赖？好，原本打算给你们留点面子，但你们不识趣儿，我就只好让姜老和张老出手了。天榜第一、第二的张老和姜老，正是。二老一直就在附近，本来不打算让他们出手，毕竟让他们出手一次代价太高，但都是被你们逼的。张老、姜老是谁啊？张老、姜老是西北第一、第二的高手，他们要是来的话，我们整个柳家都不是对手。哎呀，完蛋了！五雷符已经没有了。哎呀，这东西又不是大白菜。王爷遇上麻烦了，让我们去柳家。正好，上次让柳建成给逃掉了，还偶遇圣子救他。那位秘境中的圣子，那位秘境圣子估计是正巧下山，想要再遇见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了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区区西北第一高手，又不是天下第一高手，怕什么？再说了，有你男人在，我不行。爸，你还指望他？要不是刚才打了个雷救了他，他早就死在擂台上了。看你爸呀，是跟他一样疯了。哎，我那道雷不是普通的雷，是我的劫雷符召唤。现在已经够乱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为了请这两尊大神，王家估计付出了不少代价。如果你们现在把九窍通玄法交出来，兴许可以饶了你们一命，否则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做梦！柳小姐倒是挺狂野呀，待会儿就让你下去陪我徒儿。哎，援兵还没来就敢这么嚣张，我岳父快砍了他！好。你干什么？你莫乱来啊！要是敢动我，待会姜老和张老来了，你们就真的死定了！哼，管他什么张老姜老，来了我一样砍。现在送你下去，陪你徒弟。谁这么大口气啊？啊！刚才是谁这么大口气啊？
这2个人就是西北顶尖高手。所以你等一下，别乱说话。张老和江老都是天帮顶尖高手，可不是咱惹得起的哦。长老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太猖狂了，他说要砍了你和江老。你一个小小的柳家，也敢口出狂言？是我说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长老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太猖狂了，完全不把二老放在眼里，而且还杀了我徒弟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竟然有此事啊！柳建成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分明是你的徒弟实力不济，问我们什么事，还敢口出狂言？二老，别跟他废话，咱废了他！老夫不忍杀生，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交出九窍通玄法，再把你女婿交给我们处置，老夫就暂且饶过你们柳家。哦，想要我女婿？满足你们。爸，你干什么？老头子，虽然我们不喜欢他，但你也不能这样。你们放心，我的女婿对付他们，那是手拿把掐。你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！长老，就是他害死了我的徒儿。小子，我要挑断你的手筋，让你生不如死，尝尝我天儿生前的痛苦！混账！长老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狗东西，竟敢冒犯前辈！晚辈参见圣旨，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恕罪。晚辈参见圣旨。发生什么了？这2位九品宗师怎么突然给他跪下了？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藏这么深？我说过，要相信女婿。 2位前辈，快停起！我受不了这大礼啊！少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闭嘴！圣子，我们一时间迷了眼，没能认出来您，请您千万别和我们计较啊！请圣子宽恕。这柳家的女婿来历不简单啊，难怪刚刚那么猖狂。他们为什么叫你圣子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们可能认错人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就承认了吧。毕竟啊，当初我们都是看着你从逆境上走下来。爸，我压根就不认识他。爸，你还真指望他是秘境圣子啊？再敢乱说话，我让他俩先砍了你。行了，2位快起来吧。多谢圣子宽宏大量。长老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二老，咱们之前可是有约定的。哎，你们也收了我们好处的，你不是想违约吗？混账！竟敢对圣子如此无礼！此前的约定作废！你敢冒犯圣子，今天必须以死谢罪！你们不能杀我，否则我家主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笑话！我乃西北第一人，何惧你家主子？我就先解决了你，再去收拾他。住手！张振山，多日不见，口气大不少啊！啊，这个人，这家主，王田，
这个人怎么了？就是他杀了我父母。啊！别冲动，王田也是九品宗师，仅次于江老和张老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王田，居然敢伤我柳家人，你以为天下都是你王家的吗？柳家的保镖没点眼力见，我替你收拾了。谁让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拦我们家主？家主，刚才就是他们几个杀了我徒儿，现在还想杀我呢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王家主，这件事情闭嘴！老东西，收了好处不办事，你们是想死吗？王田，老夫叫你一声王家主，那是看得起你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抓住交给圣子处理。云妹，长老、江老居然输了！你二位前辈都不是王田的对手，王田的实力恐怕已经是西北第一了。王田，你竟然突破了神通境了！两个自以为是的老东西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失去了此生唯一一次突破神通境的机会？神通境是什么？听着好有逼格呀！神通境在九品宗师之上，也有百年无人突破。没想到王田竟已经突破了神通。这样，这王田有把握吗？我能有什么把握呀？那神通境一听就比我这个元婴期更厉害啊！连圣子都打不过王田，爸，连2位前辈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还指望他不成？哎呀，看来今天柳家难逃一死啊！谁能想到呢？王田短短几年时间便突破了神通境，难道今天就是我柳家的死期吗？现在知道怕，晚了。家主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，必须要他们给天儿偿命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杀我王家的人肯定要付出代价。柳家主，只要你把九窍通玄法拿出来，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家主，闭嘴！柳兄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老婆子，去把九窍通玄法取来吧。爸，老头子，别再说了，快去。爸。柳兄，别说我不关照你，明日来王家会合，我们共闯秘境。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，待进了秘境，可有无尽的法宝和神功等着诸位。你们最好好好掂量掂量。老头子，这王田肯定没安好心。你当真咱们要去王家啊？王田为了九窍通玄法杀人灭口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？他们这可不是邀请，如果不去，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那家伙话里话外的都是危险。唉，这谁又能知道，如此短的时间，王田便突破了神通境。都这种时候了，
你还有心思玩啊？哎呀，不就是去个秘境吗？我们修仙者向死而生，为了抓住一次机缘，去个秘境算什么？还修仙者？像你这种人，活着就是浪费空气。哼！小优，跟你姐夫说话客气点。姐，你看他这样。哎，王家既然叫我去，去便是啊。啊，老夫也赞同。等去了秘境，便是圣子的地盘，还用不着怕区区无敌。毕竟圣子身后还有2个护山长老呢。我也赞同，我也赞同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秘境啊，那可是好贤婿的地盘。到了秘境，王家算个屁啊！圣子，我与江兄先回武馆一趟，明日王家见。啊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找条毯子打地铺。今晚和我睡一张床。哎，你别多想啊，我是怕我爸看见你拿个毯子打地铺，又要说我。好吧。真不知道我爸怎么就那么喜欢你。哎呀。啊！一人一边，不许越界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是正人君子，相信我呀。乱叫谁老婆呢？赶紧睡觉。啊，好。你失眠了？你才失眠。来，要不我们一起打坐吧？我以前睡不着的时候，师傅教给了我一套吐纳之法，可以快速安定入睡。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？哎呀，来嘛啊！来坐好。来，静下心来，跟着我念：虚极静笃，观窍凝神，存一气于混沌，守黄庭以报恩。虚极静笃，观窍凝神。昨晚只是做了一个梦。哎，你醒了？啊？要不要一块打坐？你还有心思打坐啊？等一下就要出发了。好吧。哎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臭丫头，别在这耽误你姐姐姐夫！我们什么都没有干，还不赶紧起来啊！那个，我刚才只是不小心脚滑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。你最好什么都没做。哎，臭丫头，说什么呢？啊？你们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？你们俩加油了啊！爸，不是还要去王家吗？那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啊，对，时间是不早了，那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发啊！哎，别看了，来。王田竟然邀请了这么多武者，难道他是打算让大家一起都闯秘境吗？小贝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大家都留个心眼。嘿，我觉得这地方挺好，有吃有喝的。嘿嘿，你还真是没心没肺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吃得下，也不怕有毒。哎，师傅说毒不侵，能毒死我的东西还没生出来呢。来，吃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
表叔，好久不见。表叔，好久不见呢。你爹在哪儿呢？我爹稍后就到，各位先在这里等等。他谁啊？王轩，王田唯一的儿子。哎，他手上也有那个纹身。不过当年的事情应该跟他没有关系。那他看着不像我。刘沁，你身边这位是？王少，这小子就是陈阳，就是那个赘婿。我问你了吗？刘沁，你品味还真是越来越差了呀，找了这么一个混小子。和你无关。你是什么品种？你好意思说别人？刘楚幽，再说一遍试试。他说的没错，长得跟癞蛤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小子，你再说一遍。嘿，怎么样？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王轩，你要做什么？今天可是你爸邀请我们来的。你这就有点过了吧？赶紧让别人撤下！他喵的，给你脸叫你一声柳树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不是？王轩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刘家主是你爸的朋友，而且还是你的长辈。什么？你不服啊？你什么效果？哼，四品武者，武者，你是个武者。怎么了？对于你一个没有真气的……你敢打我？一个凡俗武者也敢在这狂吠？这柳家在哪儿找的女婿啊？连王轩都敢打？这王轩可是王田的宝贝疙瘩，含嘴里都怕化。你疯了！你打他做什么呀？谁让他嘴那么臭？区区一个四品武者，敢这么嚣张啊？你看不惯？那也不能动手啊！哎，王轩虽然天赋不高，但也不是你能比的。而且他爹是王田。怕什么？好贤婿，这一巴掌打得好，又脆又响。好啊，好啊！一个没有真气的，居然敢偷袭我！臭小子，你摊上大事了，敢动我们少爷，那要跟你单挑！上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叫张天，已经被雷劈成灰了。小子，上次是你运气好，老天救了你一命，这次你不会有那么好运了。你以为你不搞偷袭能碰得着吗？偷袭？我堂堂元婴期修士，还用偷袭？元婴期修士？刘沁啊，你上哪儿找？又来，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？嘘，你确定要跟我单挑？单挑？哼，受死！受死！陈阳，小心！小轩，雪儿，还好吗？爸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！你怎么还动手呢？不是说不要招惹他吗？难道让我看着你被打死啊？没事儿。陆继承，你什么意思？本家主要求你一同进入秘境，共图大业。你女儿居然打伤我儿子！哎，分明是你儿子有错在先，我女儿那是正当防卫。你放屁！爸，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。王轩，你要点脸行不行啊？
就是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哭着找爸爸，真丢人。你们再跟我说一遍！够了！你想怎么解决此事？把这个小子交给我处置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休想！小七，你当真要护着他？他是我丈夫。行，那可是你自找的。爸，抓住他！小子，今天就让你给我徒儿偿命！陈阳，一会儿你躲在我身后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一个男人怎么能躲在女人身后？啊，亲热呀！今天谁能打断这小子的腿，本少爷重重有赏。上！大人，陈阳去哪了？姓陈的小子怎么没了？看你后面，又搞偷袭，没文化，这叫遁地术。儿子，你是怎么过去的？我会遁地术，念个口诀就过去了。懒得跟你扯。爸，一定要杀了他！小轩，先去后面好好休息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今天我保证你不会活着出去。王天在摆噬魂阵，王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我们都炼化吗？噬魂阵听着很耳熟，好像在哪听过。所谓噬魂阵，就如万魂幡，就如同把人丢入熔炉中，炼化躯体乃至神魄。本来还不是时候，但现在你们一个都不会活着走出去。我靠，来真的！是二位前辈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原来是你们两个手下败将，本来我还想着放你们一马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送死了。老夫先前怎么没能看出你是一个阴险的小人，竟然还偷练着噬魂阵？你难道不怕坠入魔道？少给我扣个帽子！本家主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，最好想清楚，陈道长绝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就凭他一个连真气都没有的废人，他有什么资格？他就是一个蝼蚁，也敢在我王家的地盘撒野。贫道以为修为是其次，身为修士，应该心系苍生，先修心后修身，而你却修炼噬魂阵，是漠视苍生，所以道德有问题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。和这种人说再多也是废话。想困住他？哎，这是是九转神塔，当年二位前辈依靠它联手打败了神通境的大能，有了这神塔，就有一线生机了。两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，居然还敢挑战我！看！什么？江老长老输了？真正的神通境，只是你们两个老东西能撼动的。竟然连两位前辈都不是王田的对手。九品宗师和神通之间的鸿沟，没法那么容易轻易跨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还没有结婚呢。没事没事啊。柳沁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嫁给我，要么去死。你做梦！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
你贤婿，怎么了？知道宝塔为什么会碎了？这跟我们家烧火锅用的就是这种铁料。啊！柳青，你这个男人还真是奇葩呀！嫁给他还真是可怜你了。我喜欢，要你管？好，既然你们死到临头还不知死活，那就一起下去见阎王吧。那就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欢乐时光吧。王田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就不怕自己修炼噬魂阵的事情传出去吗？等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这件事。王田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什么秘境？从一开始，我要好信。如果卑鄙是变强的代价，老夫愿意承受。是不利的，我的身体快被撕碎了。神之，这在藏着掖着，快出手吧！哎呀，我没藏着掖着呀！我要是能出手，我早就出手了嘛。爸，别再为难陈阳了，他要是有实力的话，就不会让我们沦为如此地步了。你师父就没给你留下什么法宝吗？没有啊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噬魂阵，我好像在古籍里面看见过。别妄想着逃脱，一旦进入噬魂阵，哪怕是神通境也难以逃走。难道我们今天真要在劫难逃了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这旗子，只要摘掉旗子，噬魂阵就可以破解了。老夫乃神通境，我所布的噬魂阵，世间无人可破。是吗？诸位，要是你们想活下去，就听贫道一言，只要可以夺下这枚旗帜，这噬魂阵就不攻自破了。姐，陈阳这是要做什么？再救我！老夫乃神通境，你们上来就是自寻死路。各位，你们站着这也是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就算是要死，也要光荣的去死。对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倒不如搏一搏。兄弟们，这个小道士说的对，就算是死，也要站着死。好，先这样，各位跟我一起上！爸，他们好像来真的。你们想死，就成全你们。王谦，吃我一剑！我怎么跟你王家不爽了？看招！东西吃我一掌！妈！我靠，怎么飞出去了？谁干的？不知道啊，刚才人多，看不清。哼，正是贫道干的。啊哈，不愧是圣子。姐夫，快看，我把旗子拔出来了！难怪王田飞出去了，原来是被这噬魂阵的法力给反噬了。快看，阵法的力量在减弱。啊！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姐夫，你终于肯叫我姐夫了啊！姐夫，你刚才是真的帅啊！要不是你给我们大家勇气，说不定我们早就死了。小优，放开你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哎，相信你男人。不愧是我看中的女婿，要是换成普通人，腿呀早就软了。那是，圣子大人可是万中无一的人中龙凤啊！多谢陈道长，多谢陈道长，多谢陈道长，谢陈道长。哎呀，我就是开了个头而已，
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噬魂阵溃散会对启动者造成严重的反噬，你现在恐怕已经身受重伤，无法调动体内真气了。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。你的真气正在减弱，现在你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别乱动啊！再敢上前进攻，忍你很久了。哈哈哈！老夫早就想干他了，主要是看不惯他平日里的作风。别杀我们！这件事情和我们无关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们都给我站起来！王田，你藐视众生，修炼邪功，妄图炼化数十条生命，你罪该万死。我是圣子的使者，如果你们今天敢动我，圣子知道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圣子？什么圣子啊？不清楚，先静观其变。这圣子大人不就在我们身边吗？你以为我神通境的修为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有秘境圣子助我。秘境是什么东西啊？圣子又是谁啊？传闻秘境中有几位大能隐居，而几十年间从有外人进入。不过3年前，有一位自称秘境圣子的人从秘境中走出来，他的修为深不可测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这位圣子很厉害啊。怕了吧？怕的话，就把我们都给放了。闭嘴！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？不打你怎么了？在你死之前，我还有话要问你。12年前，7月25号的晚上，你做了什么？12年前，陈安，把那个孩子交出来，你休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老婆，王田，你个畜生，你放了我老婆！放了他，好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老大，那个小孩没找着，杀了他！谁？你是当年那个孩子，笑什么？当年我们杀了你父母，唯独没找到你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陈阳，冷静点，他现在已经威胁不到你了。还敢笑？我笑你现在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，真是可惜了。哼，那你呢？你现在连个普通人都算不上。没错，那又怎么办？你现在还不是落入我们的手中？不，我要感谢你们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只差半步便能踏入结丹期，只要王田那边不出差错，突破是迟早的事。哼，只要踏入结丹期，我定能得到张祖师的赏识，拜入他门下。哎，师傅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灵气好浓郁啊！那里是陈道长的住所，是张祖师唯一的亲传弟子，平日无事可千万不能进去打扰。张祖师的亲传弟子啊！王田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居然把玉佩捏碎了！
这是什么？这是圣子大人给我的玉佩，只要我捏碎它，圣子大人马上就会赶过来。圣子是那位从秘境中走出来，实力超过神通境的那个人。除了他，还有谁？完了！他要是来的话，我们都活不成。哎，回进。万一这个人会很好说话呢？看圣子的意思，应该是知道已经有人冒充他。别白日做梦了，圣子绝对不会允许有人忤逆他。别和他们废话了，先杀了他们！是何人敢动本圣子的事？参见圣子大人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出。圣子大人，这事儿和我无关。住口！这就是圣子吗？这不会呀！我以为这就是圣子。圣子的声音听着那么耳熟呢，好像在哪儿听见过。耳熟？好像是我家二狗子的声音。在我们道观里，2位护山长老的杂役弟子，外号叫二狗子。二狗子怎么听起来像奴才的外号？大胆！何人在议论本圣子？圣子大人，是他，而且就是他坏了您的好事。这人有如此本事。老东西，别污蔑好人！明明是你儿子惹事在先的，放屁！明明是你先动的手，圣子大人都是他干的，还有那个，他也参与了。这人毫无天赋，根本不配当妖。你就是天灵根，修炼奇才。还请圣子明鉴。住口！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，但今日本圣子是邀你们一同入秘境，共图大业，所以还请诸位给本圣子一个面子，暂且放下恩怨情仇。这个我们的确对付不了。王家父子等进入秘境之后，我们再动手也不迟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。这分明就是个假圣子，圣子为什么不揭穿他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圣子有个小癖好，扮猪吃老虎，懂吗？原来如此。不过这个假圣子看起来也很强啊。哎呀，这蠢！如果他是个菜鸡，敢假冒圣子吗？哎，咱们可是亲眼看到，陈阳是从秘境里出来的，眼见为实，懂吗？谁真谁假分不清啊。懂了。所以说嘛，咱们要陪着圣子大人演到底，会这个冒牌货。诸位，3日后秘境见。敢问圣子，这秘境该如何进去？上了神梯，你便知。我们当真要去秘境啊？去呀！为什么不去呀？对，这秘境啊，咱必须得去。老婆子，我也觉得得进秘境，这机会机不可失啊！哎，我说，你们怎么那么激动？哈哈哈哈！老夫只是一直听说这秘境的传说，早就想进去看看了。巧了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只要进入秘境，就能紧紧抱住圣子大人的大腿。我女婿就是从秘境里出来的，又进去，那不是简简单单，或者什么机缘法宝？可我总觉得那个什么圣子没安好心，他让我们去秘境，却没说怎么进。要知道，秘境神梯只可上不可退，若是没法走完神梯，那将万劫不复。传闻这秘境神梯测人资质，凡得到神梯认可者，才可以走完神梯。
也就是说，其实那个圣子就是要能够走完神梯之人。测试资质，那我觉得柳沁完全没有问题啊，他可是天灵根。哎，你别胡扯了，行不行？总之啊，这秘境神梯，走上去看一看。早点休息，明日我们早些出发。哎呀，这就是通往秘境的路啊！啊，前面啊，就到秘境了。跟着去就行了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不过这风景还是挺好的。哦，我怎么觉得这条路这么熟悉呢？你来过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回我家的路。我说怎么那么熟悉呢？姐夫，你该不会又要说你家在秘境吧？好了啊，哇！还真是我家大门啊！你家大门，姐夫，你这毛病真得改，不能老喜欢这么吹牛。再往里面走，就真到我家了。吹牛谁不会啊？我还可以说我家住在上面呢。那你上去试试啊。我不要，要是下不来就惨了。陈道长，刘家主，又见面了。哎，这刚刚又有一个人倒下了，这是第几个了？哎，记不清了，没一个人爬得上去。反正等下我要走了，我也要走了。这生死是拿我们寻开心的。好，走。哦，原来你们说的那个神阶就是这个台阶啊！我师傅确实说过，得有资质的人才能上得去。看来我们也只能回去了。回去？为什么回去啊？不回去，难道在这等死啊？哎，回去，不能回去，千万不能回去啊！就是，这神梯还没上，秘境还没进去，不能回。二位前辈，你们是九品高手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可我们要是上了神梯，那岂不是寻死吗？谁说的？你就可以走完这神梯？我说过，你是天灵根的。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你胡扯。哼！哎，爸，干什么呀？亲，相信男人啊！来，上去！什么？姐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爸，你要害死我姐吗？什么？老头子，这发生了什么？我靠！有个老父亲把自己女儿推上了神梯，这不是坑女儿吗？老头子，要是今天女儿出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！岳母大人，放心吧，相信柳沁，这神梯对她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姐夫，要是我姐出事了，我也跟你没完！淡定点儿，保准没事儿。相信你姐夫，你姐可是极品天灵根呐。这就是神梯，只能进，不能退。陈阳，我真是要被你害死了！老婆大人，加油，往上走啊！我要是有机会下去，第一个收拾你。踢了，反正现在都无路可退了。哎，可惜了，这次柳家大小姐，怕是要倒在这神梯之上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姐姐，加油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快看，他上去了！第一步，这离山门还差个10万8千里。老婆，别慢悠悠的走了，快用跑的！用跑的？这可是神梯呀！你当是你家台阶呢？这真跑起来了！
我没看错吧？就这么上去了？我勒去！我去试试，是不是阵法的力量减弱了？周四，回来！我居然成功了，姐姐成功了！哎，陈阳，这小七真的有那个什么天灵根？我一般喜欢叫极品天灵根。我早就说过要相信你女婿。生死的眼光，那怎么可能出错？可是姐姐现在上去了，我们咋上去啊？那有什么难的？我带你们上去啊！姐夫，我姐好歹也是5品，你连真气都没有，还是别去了。哎，陈阳，这可是秘境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！哎，小优，快拦着！哎呀，我说过了，要相信你姐姐。爸，你要害死他呀！哎呀，完了，好不容易看姐夫顺眼一点，又要没了。完了，这下只能上不能退了。这回啊，全看这孩子造化了，谁也救不了他了。不用担心，这条路啊，贤婿经常走，他呀，只是回趟家而已。你还真信他的鬼话？我告诉你，这孩子这回要出了事儿，你得负责。怎么样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吧？他怎么会走得这么轻松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神梯失效了？陈阳，小青，神梯的威能将他吞没了，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老头子，都是你一意孤行，害了这孩子。人没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是徒劳的。哎，怎么都哭丧着脸啊？你还活着？那当然了。他不仅还活着，还从神梯上下来了。不是说神梯只能上不能退吗？又上去一个，今天这神梯是坏了。不是说神梯只能上不能退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神梯认主，一般人不行，但我可以。那圣子，我们呢？你们呢，也赶快跟我一块上去。想上来的，赶紧了啊！一会儿可就上不去了。老夫这就上。我也去。哎，等等，送我一个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别上去！这怎么可能？这还真能上去？好像真没什么事儿。不管了，先搏一搏，先上去再说。哎，没事儿，看到没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陈道长神了。那我也上去。难道是秘境的能量强减弱了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秘境每隔一段时期就有虚弱期，只是时间不定，有可能是几年、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。只不过这次我们运气好，刚好碰到。哎，这次啊，还真不是秘境的虚弱期。爸，您该不会要说是姐夫替我们抵挡了秘境的威能吧？要不是陈阳啊，这秘境啊，我们还真进不来呀。姐夫是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偏袒他吧？你爱信不信。两位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陈道长，秘境山上见。好，走。这是秘境还是原始森林？不会有野兽吧？哎，说不定还真有呢。放心吧，这方圆10公里的凶猛野兽早就被我杀干净了。姐夫，你的幻想症不是一般的严重。哎，贤婿啊，该往哪儿走啊？他哪知道？往右面，跟我来。走，妈。终于要进入这秘境的核心地区了。跟着圣子大人走，肯定错不了。你们还真信他？少啰嗦，赶紧跟上。走。这秘境之中居然有一座道观，莫非是传说中隐居在秘境中的高人？
来吧，各位，别客气，一块进去坐坐。喂，你干什么？真当自己家了？陈阳，这可是秘境大能的住所，你快出来！这就是圣子的道观，真是宏伟大气呀！走吧，一起进去吧。要不咱们也进去看看？走。哎，你别乱动别人东西了。这是我家啊，大家随便坐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茶水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休息一会儿啊。喂，你还真当自己家呀？待会儿道观主人回来了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贤婿，那为父可就不客气了啊。爸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茶叶肯定不简单，老夫一定要仔细品尝。我也得来一杯。这茶，我七品了，这是什么茶？喝了一口，我就突破了7品呐！我突破神通了！哎，我这儿也是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快起来！你们随便喝了人家如此珍贵的茶叶，一会儿怎么和人家解释啊？哎，岳母大人，没事儿，一点茶叶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爸乐意喝就多喝点儿，别咋咋呼呼的，快坐下来喝茶。谁这么大胆，竟敢与你斗过？道观主人回来了，别躺着了，快起来！哎呀，我就想休息会儿，不容易。不是吧？别人都堵门口了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现在出去赔礼道歉，外面2位大人肯定会大人不计小人过的。对，你快起来道歉。爸，你们也别坐着了，快起来啊！哎呀，外面那2位是云顶峰的副山长老，他们自己先来就行。爸，你快劝劝陈阳，他要害死我们的。快点！贤婿啊，啊，来，这声音好熟悉啊，好像是陈道长的声音。还真是陈道长，那岂不是我们失礼了？快去道歉！走。2位前辈，是我们鲁莽擅闯道观，我们这就出去。快起来，2位前辈都进来了。2位长老，一起坐下喝茶呀。陈阳，你怎么对2位长辈如此不敬啊？陈道长，先前是我们无礼，不知是您毁了道观，还请恕罪。你们这是？你们都是陈道长的客人吧？有所不知啊，这座道观是陈道长尊师的，陈道长是未来的继承人。你是道观继承人？是。意思是这道观是你家，你家还真在秘境里啊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家住在秘境，你们非不信。圣子大人，我信，我们俩一开始都是信的。哎，对，我们2人对圣子大人坚定不移的相信。那2位长老是？我们是负责看门巡山的，如果不是张祖师青睐，我们也不可能留在此山的。是啊，是啊。等一下，你是道观继承人，那之前的圣子是？不知道，
不过他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云顶山的一个犄角旮旯里。陈道长，你说的这人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山里的吧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陈道长，这是我们的失职，我们这就去解决。哎，不必了，正好，我也要去看看。我们要不要搬点救兵啊？这里是秘境，圣子的家，难道还会怕一个冒牌货吗？你们还走不走？走，我们这就来。奇怪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武者进？圣子大人怎么了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资格通过神梯的测试，兴许是运气。不可能，除非有秘境的人带领他们，否则他们进不来。但是人多，不是多多益善吗？那个柳庆为什么不在？他的灵根是最好的，等他来时，我便施秘法，挖取灵根为我所用。或许是还没进来吧？你是在找我们吗？终于来了！陈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让我们这些人等你们来。我看是你们胆子太肥了，居然敢假冒圣子！假冒圣子，这什么意思？难道这台上的人不是圣子？老东西，污蔑圣子可是死罪，你活腻歪了！呸！他也配？难不成这秘境还有第二个圣子吗？不，圣子就只有一个，但绝对是他。他要不是圣子，那谁是？大家千万别相信台上这个冒牌货，圣子是陈道长。陈道长是圣子？长老，哪怕陈阳是秘境圣子，但他一点修为都没有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小七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相信你男人。可，相信。哼，老东西，就这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也敢妄称圣子？唉，他既然是圣子，为什么会住在这半山腰这么落魄的院子里，而不是山顶？哼，这是因为圣子平日生活简朴。他要是圣子，为何不见长老来接见？这因为都给我闭嘴！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，今天都得给我死！小子，现在你回头还不晚。道观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圣子称号。我就是圣子！你真不是圣子，陈道长才是圣子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圣子，这秘境中根本就没有圣子，只有道士。都给我闭嘴！本座就是圣子！圣子息怒，我马上就替您杀了他！滚开！我要亲自动手杀了他！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，今天都别想活着从这秘境走出去！你这么做就不怕张一宗知道？你认识张祖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还认识两位护山长老？你去过山顶吗？我是去过，不过要是你口中敬重的张祖师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住嘴！只要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做的事情。这又是噬魂阵。之前是你们侥幸逃过了一劫，这次圣子大人亲自出手，你们难逃一劫。我看没机会的是你们。王天，不好珍惜我女婿给你的机会，待会儿可别哭着求饶。老东西，
你是被吓糊涂了吧？就是噬魂阵，你就不会点别的吗？比如说归虚阵、化灵阵？笑死人了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归虚阵、化灵阵。我看呢，还是被吓破胆了吧？这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？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选择了最垃圾的噬魂阵，是因为其他的阵法你根本没有资格学，甚至连看的资格都没有。陈阳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只有圣子大人才是真正的真仙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仅知道你所学，我还知道你的师傅是秘境中的2位护山长老。既然你知道这么多，本座就更不可能放你离开了。好啊，我等着呢。放心，本座会将你的躯体炼化，化作本座成仙之路的养料。姐夫，快闪开！愚昧顽固。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姐夫一招就把这假圣子给打趴下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难不成你之前一直在藏拙？哎呀，好谦虚啊！搞半天，你一直在演我。我没有，我也是才意识到这个假圣子实力好像也并不强，而且我好像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叔子，你没说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筑基期巅峰的修为，半只脚踏入结丹期，竟然连你一招都挡不住。筑基期修士，好熟悉的话术啊！他和你是一个精神病院的，你俩是病友。小优，你还胡说？开个玩笑而已啦。筑基期，8岁就不止筑基期了。也不知道张祖师何时能出关呢？希望陈道长能在张祖师出关前解决掉那个擅自闯入者，不然我们肯定少不了被责。哎，这段时间一直没见到江无涯，不知道啊。自从3天前放那小子下山历练，他就很少回云顶峰。啊，那股力量是陈道长，走，快去看看。走。你居然是修仙者！我的天哪，终于有一个识货的！你看，我就说我是修仙者嘛。你一开始说的话就不是胡说的。当然不是啊，我都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还说了不止一次呢。姐夫，那是你没讲明白。哎，你不是大罗金仙吗？哪来的大罗金仙啊？我们家是练武的。什么？原来你们一家都是习武之人，就我一个修仙者。哎呀，贤婿，你可藏得真深呐！还有你，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哎，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倒是你们俩啊，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我们一开始就对圣子大人无条件信服。对，无条件信服。最主要是圣子大人的品德，令我们甚是敬重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前辈饶命啊！这小的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就放过我吧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杀气如此之重，手上不知道拿多少鲜血。
前辈饶命啊！就你的胆量，也敢冒充秘境圣子呢？可不可笑？秘境护山长老是我师父，我师祖是张一宗，你不能杀我，不然他们跟你没完。是吗？陈道长，陈道长，这所谓何事啊？师傅，你快救救我！这位道长要杀了我！姜无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原本要在此修炼，结果他突然闯进来，说要赶我出去，还要杀了我！你污蔑人，分明是你伙同王田，要用噬魂阵炼化我。噬魂阵？修炼了噬魂阵，真有此事？我没有。试问你，到底有没有修炼噬魂阵？这可是我们的技术。师傅，我真的没有做这种事，这是他们的污蔑。对，两位长老，就是他们污蔑在先。放屁！你刚还用噬魂阵想炼化我们来着？师傅，你们难道宁可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徒弟吗？那为师问你，句句属实，绝无半点虚言吗？师傅，我绝无半点虚言，我怎么会欺骗你二老呢？此事，我若有半句虚言，我愿自绝于天地。师傅，闭嘴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。师傅，你干嘛打我？闭嘴！师傅，住口！你犯下滔天大罪，还敢如此口出狂言！师傅，您居然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弟子。知道陈道长是何人吗？他可是张祖师的亲传弟子，陈道长用得着欺骗我们？你就是陈阳，混账！陈道长的名讳是你能叫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居然是他！来，吃糖。张祖师，真是有何喜事啊？还能是什么？是那小子突破元婴期了。什么？陈道长突破元婴期了？千百年来，终于有人突破元婴了。陈道长的天赋飞升有望啊！祝贺！好，这下老夫可以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了。元婴期，那岂不是即将化神啊？二狗子，记得当初是你苦苦哀求二位长老带你入门，你说过会欣喜苍生，造福人间。你下山之日，我们都倍感欣慰，不曾想去下山作恶。陈道长恕罪。陈道长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才让这个孽畜下山作孽，还请您恕罪。算了，起来吧，这也不是你能控制得住的。也许是我们当初都看走眼了。多谢陈道长。陈道长，你要怎么处置这个孽徒啊？留他一命吧，不过废除他的修为经脉，让他此后再无法修行。是。不要毁我经脉！毁我经脉，我无法修行，这跟废人有什么区别？孽畜，你害死了多少人？我还让你继续修炼的话，日后还不知道你害死多少人。师傅，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饶了你？那些被你害死的冤魂，谁能饶得过他们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的修为没了，全没了，这下和死人没区别了。陈道长，人
我就现在走了。走。接下来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。陈道长饶命啊！你家人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爹干的。窝囊废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本来这都是你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想杀，你就杀他。逆子，你说什么？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？你敢还手？够了！没工夫看你们父子反目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神境的修为，你居然废了我的修为！像你们这种人就不配修行。我只是收回不配属于你们的东西。多谢真道长饶命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滚！哎，等一下，你真要放他们走？是，现在还不想杀人。滚！往哪儿去？圣子说放了你们，但是我不肯被答应。你什么意思？陈道长都答应的事情，难道你们要违背陈道长吗？你们二人的决定与我无关，任凭你们处置。陈阳，不讲信用，你说过放我们的。我是答应过你们，可张老、姜老没答应，我可管不了。你陈阳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们也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家吃饭。多谢圣子救命之恩！来，各位不必客气，谢圣子。哎呀，我不是什么秘境圣子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道士。你们也赶快下山回家吧。云顶峰关门打烊了。这算算也该到时间出关了呀，怎么还没出来？闭关哪有那么快的？修仙者闭关，一下子不都是几年，甚至几十年才对吗？哎呀，那是天赋不行。你看看我就没怎么闭过关，都是睁眼闭眼的事情。姐夫，你师父修为真没你高。以前都是师傅罩着我，现在换我罩着我师傅。师傅，臭小子，是不是背着师傅在后面说我的坏话呀？师傅，你可终于出来了！哟，恭喜师傅突破元婴中期。那是，你师傅是什么人？早已经踏入元婴期数载了。突破，那岂不就是一个契机而已？对为师来说，不过尔尔。哎，为师闭关的这段日子，你没有背着我偷偷下山吗？这个我……你下山了？师傅，我不仅下山了，我还结了一位道侣。这位是小姨。你是混小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乖乖听话的。师傅好，晚辈柳沁。师傅好，晚辈刘楚幽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呦喂，你身怀天灵根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师傅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呀，天生的修行者，以后就不用下山了，就在山上修行。以你的天赋，铸就仙道，那迟早的事儿啊！还不快谢谢师傅！多谢师傅，徒儿一定潜心修炼。哎，师傅，那我呢？哦，你没事儿，
你也跟着修行，以你3灵根天赋，将来成就有机会突破结丹境。哈哈哈哈！刘楚幽，你还说我天赋不行呢？哼，臭小子，少废话，去炒几个菜。为师闭关这么久，有点馋了。师傅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我也去。啊，哈哈哈哈！为师才闭关多久啊？啊，你就考了这么个透里回来了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啊，你给我弄了一个什么 CG 的特效视频，告诉我外面神仙满天飞，耽误不少事儿。混小子，还教训起你师傅来了。为师这也是为你着想啊。不过，你上哪儿找的这么好的媳妇儿回来？这个呀，说来话长，咱们还是在饭桌上边吃边聊啊。